来看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发现，讲领拔蜡、柠檬等6种水果的表面有验到抗药性的热带念珠菌，甲病人闻到的是同一种菌所以证实讲水果嘛会是传染的路径。国卫院是建议民众水果就一定要洗好清气才通食。加食水果对健康好，真侪阿姨阿嬷拢有家己种水果的撇步。像这种拔蜡就买这种比较白一点的，比较白的，这种就比较甜。我都自己满意的嘛，比较重的。但是食水果嘛要洗好清气，皮唔有垃圾，嘛有可能有抗药性的霾菌。国家卫生研究院最近伫连锁超市抽芭乐、柠檬、酸叶、麦龙果、柳丁含梨啊等6种水果的表面，结果发现讲有17个检体内面都有10个测到热带念珠菌，而且有3个菌株是对常常用来治疗霾菌感染的佛康佐有抗药性，而且和患者分离出的菌株是同一种基因型。研究嘛证实水果嘛是传抗药性热带念珠菌的其中一条路。如果我们表面没有破皮的话，它怎么进到我们人体呢？所以现在大家还是想说，从嘴巴吃来的途径是最频繁的。对一些抵抗力比较不好民众，例如说有肝硬化、洗肾或癌症在做化疗的患者，这些人都是抵抗力比较不好的，可能链球菌的污染吃下肚，它可能会造成链球菌的一些感染。研究团队强调，食这有抗药性的热带念珠菌，若免疫系统健全的人，人体就会自然清除，唔免伤烦恼。但是若免疫系统较歹，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死亡。提醒民众爱用得流的清水来洗水果才搁食。另外，水果表面的抗药性霾菌感染源是啥？搁要进一步来研究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